冬眠发来的。說什麼？5分鐘以後，咖啡8件。什麼意思啊？誰知道他什麼意思啊？來都來了，只能他說往東就往東，他說往西就往西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珊珊，你要回来，我真没带那么多钱。怎么樣了，baby， 整個氣氛都太好了，現在萬事俱備，就差你這陣東風。說吧，需要我怎麼做吧？非常簡單，就把這個放進酒裡就可以了。你不會想要毒死齊明峰吧？白痴啊你！毒死他，我跟誰生孩子去啊？這什麼東西啊？泰國春藥。这可是我特地托朋友從泰國帶回來的土特產，效果1級棒。這樣把人給吃死了該怎麼辦呀？吃死是絕對不會的，不過爽死倒是有可能。這事兒我可幹不了啊！回頭弄出人命來了，誰負責？幾個小時之前你還信誓旦旦的說要幫我呢，這會兒怎麼說話不算話了？我沒有說話不算話，我是說過要幫你，可是我也沒說毫無底線、毫無節操的幫你吧。baby， 你知道我要找一個這樣的精子爸爸有多難嗎？我都快30歲的人了啊，到了30歲，那就成高齡產婦了，以後我生孩子那都得冒着生命危險。你是不是魔上了？你這腦子裡面除了孩子就是精子，能不能想點別的？baby， 你知道我有多想要一